今日同大家分享喺龍松正街呢間叫做 Jason Cafe 即神咖啡嘅店鋪，佢哋喺美麗街都有一間分店。因為位於龍松街，環境相對嚟講比較安靜，適合唔中意嘈吵嘅人。佢就喺中天咖啡同埋 Terra Coffee House 中間。呢間咖啡行比較大眾化、溫馨嘅路線，風格介乎於傳統西餐廳同埋現代咖啡室之間。平時嚟食，耐唔中都會嗌厚切豬扒飯，真係好厚。但係咧又可以做到唔柴有咬口，算係好唔錯噶啦。其他就會叫啲牛扒啊、春雞啊、意粉類啊，但係一定會叫佢哋嘅凍檸茶。佢嘅特別之處就係喺澳門好少會有店鋪用茉莉花綠茶做茶底，非常之濃郁回甘，令我諗起喺越南河內好出名嘅叫做圖維茨檸檬茶，炸真鬧於度。下次有機會去河內，推介大家一定要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